咁我哋而家喺呢個單邊嘅六號屋，咁啊，其實喺翻下邊咧就望到港島區啊，港島東一帶嘅景觀，九龍東一個繁華璀璨嘅景觀嚟嘅。咁啊，屋苑式嘅一個半山嘅獨立洋房，呢一層就主人房啦，5件頭，有窗嘅。咁望翻主人套房咧，寬敞嘅一個大露台。呢度咧就係一個5號屋，3500幾尺嘅一個天台。咁天台咧，大家見到嘅望翻個景觀嚟講咧，係相當開揚。整個九龍半島大地在我腳下嘅感覺，加埋自己私人泳池。飛鵝山道3號，呢個係5號屋，3525尺，連埋私人泳池。呢個咧就係一個車庫啦，車庫其實可以擺到4、5部都冇問題。